办咱的心，要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咱先来锻炼咱的信息。咱开声来吟。我心阿罗上帝，主怜悯我的病，天地万物三个影响，阿罗伊大主名，主我掌恩最重。我心阿罗上帝，世间真老的白，空中会将阴气出现，阿罗伊大主名，雨水草破千锤。就来凉风吹来，冬去大林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咱请起哩。
咱人心欢喜来敬拜主，来学老主。咱即马来三借问，甲边仔人讲：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；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咱用欢喜的心来吟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最上帝惊你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真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真做神，因为耶稣的光明。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，欢喜领受主我名，欢喜给咱的主听。因为耶稣奉行三条主数条，咱拢真做一个人。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最上帝惊你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真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当平安，因为耶稣蒙主爱，因为耶稣彼此恩慈相款待。有时欢喜当一时，有时苦难当相比，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甜。因为耶稣真做神，因为耶稣的光明，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，欢喜领受主我名，欢喜给咱的主听。因为耶稣奉行三条主数条，因为耶稣当平安，因为耶稣蒙主爱，因为耶稣彼此恩慈相款待。有时欢喜当一时，有时苦难当相比，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甜。谢你，因带阮一生的道路，有你甲阮做伴，阮这世人拢免惊吓。咱同心用上水的歌声来献予咱的主。主耶稣，因带阮的脚步，亲像顶着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偌大，无论雨有偌大，我依是我心要对伊行。伊的疼，阮藏伫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要变卦，靠耶稣，咱生活着开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记录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记录耶稣来作伴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。主耶稣，因带阮的脚步，亲像顶着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偌大，无论雨有偌大，我依是我心要对伊行。
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要变卦，靠耶稣，咱生活着开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阮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阮这世人要跟对你、献予你，求你这时来大大充满阮，教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地。阿门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无光茫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当我无外口的时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无光茫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当我无外口的时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
咱享受主耶稣即时甲咱同在。听从阮的主耶稣，求你赐阮有智慧的心，甲谦卑的灵来跟对你，甲你同行，会当看到你的荣耀，会当以你的心为心，互阮的心因为跟对你愈来愈火热，帮助阮一生坚持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独独爱你，将阮的一生交托予你。赏赐阮能力，要有平安喜乐的活命，一生回应你的呼召，做你的器具，来荣光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的同心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我们再次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大大的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他，唯有他配得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请坐下。恁着学罗耶华，耶华的奴仆啊！恁着学罗，学罗耶华的名，愿耶华的名受学罗。对即时甲永远，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，耶华的名是应该学罗的。弟兄姊平安。咱即下要念圣诗第118首。我心学罗上帝，请起立，认全首。天命。
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请最后所今日主日，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平安度过。伫你的丰盛的恩典内，阮有领受，而且稳上加稳。虽然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好天有歹天，但是你从来无捌离开阮。每一摆的试炼，拢有你的美意；每一摆的难关，拢有你的帮衬。阮路日教会暂时无牧者，愿圣灵引带一个好的牧者来帮衬教会，互教会会当搁较福音。也为着找找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愿上帝灵看顾因，互因袂受到病痛，来受苦拖磨，互大家身体健康，来到上帝的殿堂来敬拜伊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。咱即摆来启应，启应文57，伫个信息的上后壁，1103页，我来启应，恁来用。我是真的葡萄树。念伫我搁无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去了。枝无念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ฮ็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会活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是主上帝的正手。上帝正手，你咱
也信乐队用上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。咁啊，先开，咱请起立，咱来念主祷文。阮以你的杯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必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你来互我，赦免阮的错误，亲像阮也赦免互阮的人。无你朝阮你支持，就叫阮发着你的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咁啊，先开圣经旧约738页，雅各书2章第8节到第9节，我来讲读上帝的话。我所乱来的声看，伊来啦，倒伫山内跳伫岭内，我所乱来的，亲像羚羊，也是鹿仔，看伊徛伫阮的墙壁后，对窗仔咧看，对窗仔咧读。以上。讲道，咱下面请叶元杰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天白听总过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欢迎来到上帝的家，愿咱拢独独为着主耶稣来。我邀请你甲边仔的人讲，你是美好的创造。阿门，阿门。咱每一个人是天父上帝美好的创造。阿门。今日讲道一开始，我要甲大家介绍3个对我来讲真美好的创造。第一正边这个是我的大汉囝，伊的名叫做夜时。时间的时，夜时，夜时，夜时，这亲像英语的 yes， 所以这个名意思是讲，伫个上帝认为对的时间讲 yes。中这个是我的大汉查某囝，伊的名叫做夜雨，下雨的雨。阮兜有一个无好的惯势，就是要出门的时，拢会拖拖沙沙。有时拖拖沙沙以后，天气变换，哇！落雨落雨以后规家伙莫出去啊，伫咧厝里就好啊。所以即个小雨的意思是讲，落雨的时阵，规家伙拢爱斗阵。迄阵阮面对一个家庭的冲突是，无师娘是毋是要转来台北读册，我伫咧母社继续服侍。总是因为小雨的出世，阮决定若要服侍就规家伙拢爱做伙。下雨的时候，全家都要在一起。倒边这是我第2个查某囝，伊的名叫做叶盼，盼望的盼。意思是讲，咱伫信仰内面有真侪应允，总是无随时拢实现。伫个应允无实现以前，咱会忍耐来听候。所以盼望这个叶盼的意思是讲，虽然应允还未实现，总是阮存着望的心，继续伫听候。yes 的意思是上帝认为对的时间讲 yes。夜雨下雨的时候，全家都要在一起。夜盼忍耐等候所盼望的应许实现。yes 出世的时，我的太太规身躯血液感染，医生用后线抗生素，就是用上强的抗生素，互伊嘛是无退烧，无法度退烧。
业余出事的时，我的太太得到产后忧郁症，我开车要载伊去病院看囡仔，结果伊伫咧开真凶的时阵，要开门跳车，好佳哉，我甲伊掠掉咧。夜盼出事的时，我的太太伊的脑后面中风，所以上着整夜以后，伊的目睭无法度看见。若是我的太太受伤，伫咧三个囡仔出事的时，拢是早产，无法度喘气，立刻插管进保温箱。总是若是有上帝的应允甲恩典，咱永远会当继续向前行。即礼拜发生一个意外，就是我通常要出门的时，拢会真注意我的西装以及我的无舒服。总是即礼拜对高雄开车到苗栗的时，常常发现，我规套的西装甲无舒服拢无啥。今仔日早起时，我甲我的小弟借一个衬衫，我的太太牧师娘帮我遮小添一个，我放即个白色的卡lap伫遮。感谢上帝恩典是本来牧师娘伊伫咧生夜盼的时阵，伊的目睭是看袂见迄个暗盲。总是今仔日早起时，伊竟然有法度，佮添即个衫。若毋是上帝恩典，咱无法度来服侍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坐伫遮，是毋是有上帝恩典的？有时咱会感觉性命有脱界，也是有软弱。总是就是伫你上脱界、上软弱、背叛的时阵，上帝恩典搁较完全。阿门。我需要互我的囡仔知影讲，因的性命有恩典，毋若是有脱界尔。所以我有做即个粉丝专业，原味叫醒陈迎新听，毋是觉醒，是叫醒，是因为伊叫醒来，因为我最爱困的。伊叫醒来，听到上帝对我讲话，我嘛对伊讲话。即个粉丝专业的意思是安尼。我上欢喜的是做第三件代志，就是365爱耶稣。即个粉丝专业伫咧每一天暗时7点，我会写一篇文章，互我的囡仔，甲因讲因需要听到的话。我毋望因会当对属灵的角度来听见上帝的声，毋是干那听到世界的声。昨暝7点的时阵，我写一篇互我的囡仔，毋知恁会看会到即个字无？若是咱看会到，咱做伙来念即个字吼，预备来。无法为世界带来进步，从众所带来的安全感，并非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，因此很容易失去。记住，你是独特的存在，一直爱着你的爸爸。有的囡仔看到家己甲别人无共款，因会惊，因会烦恼，因会想讲要甲别人拢共款就好，因会学别人。总是我毋望我的囡仔，也是讲。所有天父的囡仔，若是你甲即个世界无共款，那安尼你真特别，你是即个世界的礼物。因为你甲别人无共款，所以你有优势，你会当来改变即个世界，毋是对即个潮流来行，是对上帝的心意来行。阿门。恁有同意即段话无？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学到你。阮听你，阮奉耶稣的名自集。即阵，阮欢迎圣神拍开阮的目睭，看见你；拍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你；拍开阮的心，感受着你。这是你的时间，这是你的所在，这是你的百姓。阮欢迎你讲话，也赐予阮气力，照你的话去行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今日早起甲大家分享5天8听，撞过去。箴言19章20英文版的圣经甲咱讲，人的心所渴慕的，毋是
搁较侪钱，搁较悬的地位，也是搁较侪资源，人的心较木的，其实是一款无改变的疼，永远袂改变的疼。即个疼是无条件的，毋是讲咱爱用真侪时间、付真侪代价去换着人的疼。即种疼无法度满足人的心。咱会当得到满足，是因为有人无条件来疼咱。人无法度行落去，定定是因为无感觉互人疼。譬如讲，若是我无感觉人疼我就无法度继续服侍做牧师。总是若是我感觉有人疼我，那安尼就算讲我的三个囡仔出世毋是真顺利，也是讲我的太太破病，也是讲我家己身体无爽快，也是拄着木灰顶头的困难，也是挑战，迄拢无要紧，因为有人疼咱就会当有气力，会当来搬过遮个挑战甲问题。咱活靠疼，得胜到有存。得胜者协会咧训练教师的时阵，拢甲因教讲，什么是得胜的？得胜就是搬过问题甲挑战。恁的生命有拄着问题甲挑战无？有啊。总是咱若活靠疼，咱会当来搬过所有的问题甲挑战。咱会当对倒找到即个疼的。若是讲，我要对我的同伴找到。我要对我的爸母找到，我要对我的囝儿找到，我要对我的同工找到。有时啊，即个疼无完全。总是咱若是对天父来找到即个完全的疼，咱会当实现即个经文的应允，就是咱活靠疼，得胜到有存。今日早起时，我要甲大家简单分享天父的疼，亲像什么？天父的疼，亲像什么？咱若活靠即个疼，会当搬过所有的问题甲挑战。第一是天父的疼，伊的主爱，互伊会为着咱的罪忧伤。咱做伙读即个经文，豆豆仔读无要紧，吼，咱做伙读，预备来。这段经文讲，上主若看到咱犯罪，伊会安怎？真艰苦，心艰苦。这个心艰苦的原文是受伤，受伤的意思。意思是讲，咱的天父若看到咱做到无够格，伊的心会受伤。毋是亲像有当时啊，咱看到有人，咱若是做毋对，因真受气，因真受气。若是你甲我讲，我做毋对，天父会真受气啊！我无啥会感动，我嘛无啥会惊，因为拢家己克死啦吼。但是你若甲我讲，我若犯罪，天父伊会真受伤，伊会为着我忧伤、心艰苦。那安尼，我会调整我家己，因为我毋甘天父烦恼，我毋甘天父痛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人因显出受气迄个样，总是因内面其实是忧伤。毋知你有发现无？有诶真受气诶人，其实伊诶心嘛真忧伤。总是咱无一定知影要怎去表达咱诶忧伤，只好用受气来表达。咱诶天父有甲咱讲，当咱犯罪时，伊诶忧伤来表明伊诶疼。第二，天父主爱，互伊愿意陪咱诶重担。咱又愿来读即个经文，预备来。主应该受称赞，伊一直陪咱诶担，伊就是救咱诶上帝。即段经文讲，若是咱诶天父，逐工拢会做一项代志，毋是啉咖啡，嘛毋是亲像我共款食止疼药啊。咱诶天父逐工也来要做一项代志，伊讲伊日日陪咱诶担，日日。我在看即个经文诶时，我咧敲揣诶意思是讲，伊是陪咱诶担，也是陪咱甲咱诶担。伊是对咱即个人有兴趣哪定，也是讲伊对担有兴趣哪定。
若是天父对你的担有兴趣啊，伊会摕你的担，安尼，就开始行，讲紧的啊，紧的啊，快就是紧，紧就是快。我的细汉，我的大汉囝，伊细汉第一工去读册时，迄册包有够大个啊，看袂着伊的尻川，派一个大个册包。若是我对伊的担有兴趣，我会摕起来，紧的啊，紧的啊，知道啊。总是，当我咧敲碎讲天父是陪咱甲咱的担，也是敢若对咱的担有兴趣的时，我了解伊对咱规个人有兴趣，为甚物咧？我的大汉囝伊读册的时阵吼，总班较去读册，因为伊拢伫厝里，无爱去学校啊。伊有雅斯伯格，就是甲人做无容易斗阵的，无容易去适应新的环境，所以。伊甲伊的小妹无共款，像阮第三个囡仔，伊的盼啊，迄是还未小班、幼幼班就去读册啊。但是伊中班较去读册，伊读册的时阵，逐工哭呢，逐工哭，规学期拢哭。阮迄阵伫雾社，我开车载伊去清境国小，学校规定，阮停车伫迄个停车场篮球场。若停个篮球场，你爱行路到教室，爱200公尺上架，200公尺。我著甲我的囡仔讲，也是啊，若是倒一工吼，你上学无考，安尼爸爸背你进教室。共款啊，我已经安尼讲啊，伊嘛是考几学期哦。到第2学期的时阵，总算有一工无考，毋知是因为伊袂记你要考。迄天我就讲，哇，Yes， 你今天好棒！哇哦，今天你没有哭，你知道有什么礼物吗？他说爸爸背我进教室，我就安尼，我安尼是囡仔拢知影什么意思嘛？我陪伊嘛陪他，我毋是干那摕伊的册包紧的啦，我陪伊嘛陪他，我甲伊爱200公尺进教室。其实我有足底筋膜炎，无啥会当运动，但是为着囡仔无要紧啊。当我安尼爬起的时阵，迎面而来足侪家长的。哎哟，小小人哦，啊，长那么大了还要爸爸给你背哦。我足有礼貌的人。所以我拢无改变我的表情，总是我心内有4个字走出来，干你屁事！伊毋知影迄天我的囡仔有真大的突破呢，我的囡仔有真大的成长呢。伊伫咧遐咧啼笑，我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有时啊，你的情形别人毋知影，因甲你啼笑，因甲你陪伴。总是因无一直讲着，啥物人知影你的情形？你的天父，伊会日日陪咱的担。阿门。第三，天父主爱，互伊愿意甲咱揽条条。共款有一段经文，咱做伙读，预备来。甲恁爱。这段经文讲到你头毛白的时阵，共款爱揽条条，甲恁爱，甲恁抱。有听过这句话无？你已经长大了，不用抱抱了。有时仔伫路顶会看到哦，迄囡仔较大汉，但是嘛是无偌大啦，较大汉，伊搁抱迄个较细汉的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不用抱抱，抱因小妹安尼啦。一直哭，一直哭，我要抱抱，我要抱抱呢。无啦，你已经长大，以前都抱过你，以前抱过。以前抱过的拢袂记哩啊。即马看到就是拢抱小妹，无抱迄大汉的啊。总是上帝毋是讲咱若大汉毋免抱抱，上帝是讲咱到年老头毛白，共款
会甲你揽调调，一样要抱抱啊，大汉一样要抱抱啊。有时啊，我对我的大汉囝较严格，我会甲伊骂，伊做毋对代志，我甲伊骂，骂完以后甲伊讲，安尼也是，你有啥物话要讲无？讲啊，啥话要讲啊？安尼，伊讲4个字，毋是干你屁事。伊讲爸爸抱抱，就细汉的时，伊就甲我教即项代志。伊讲爸爸抱抱，当伊讲这4个字的时，我完全袂受起啊。我感觉真后悔，因为天父在甲我教讲，叫我的囡仔甲我教讲，我性地无好，我要学习亲像天父共款，爸爸抱抱，阿免。第四，天父主爱互伊亲像母亲共款安慰咱，咱嘛做伙来读这个经文，无啥好读，咱豆豆来读，好，预备来。我会甲你抱伫胸前，互你思念，伫骹头屋顶，甲你耍，甲你弄，亲像老母安慰恁的囝，我嘛要安慰恁。即个经文讲，天父会甲咱佚佗啦。伊毋是遐尼严格，嘛毋是定定要甲你讲话时，就要甲你讲你倒位做了无好，倒位搁爱加强，毋是安尼。伊会甲咱耍。伊讲伫骹头屋顶，甲你耍，甲你弄。有时啊，我的囡仔拢伫咧遐嗨嗨惨咧哭啊，规工我的老母，我安尼老母拢会讲你喙齿疼哦。有时啊，我嘛学阮老母，你喙齿疼哦，啊伊听无台语，自细汉就是国语的环境大汉，啊我就囥伊伫咧骹头屋顶啊伊就啊伊就开始笑，咱嘛开始笑。今日早起时，我看到恁笑几啊摆呢。其实咱咧笑的时，天父足欢喜的。你看到囡仔笑，你心内足开阔啊。天父嘛足欢喜看到你笑。即个经文第一句讲，我要甲你抱伫胸前，互你思念。咱做查甫人较无即个福利，就是会当饲囡仔、思念、亲喂啦、喂奶。但是咱有一个会当补偿、会当补偿的方式，就是用奶瓶，用牛奶干仔呢。我问恁哦，若是你家互伊思念，爱用牛奶干仔安尼，你会真远安尼甲拄，还是足近的抱足近的？我拢抱足近的啊。当我抱足近的时，我咧闻伊的头的味，我足爱闻迄婴仔头的味。迄婴仔头的味吼，人讲迄臭奶仔味有啥物好闻的？但是迄我的囡仔的头的味足香的呢，足香。其实天父嘛真爱闻你的味，伊有伫经文应允讲，你若信主，你会当定定有迄个基督的香味显出来，显明出来。天父嘛爱你身躯顶的味呢，亲像咱伫饲囡仔共款，天父嘛爱甲咱抱条条。距离足近的，互伊思念，甲伊佚佗。第五，天父主爱，互伊欢喜亲近咱来读这个经文，预备来。上主要伫听候要施恩互释安，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这个经文讲，上主在听候呢，伊在等。等到伊的囡仔转来以后，伊会安怎？伊会徛起来，伊会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囡仔若是较暗转来，你会徛起来迎接伊倒来厝无？较早，少斌到你遮？少斌呢？那无来做礼拜叫啊？哦，少斌。少斌伫咧楼顶。较早阮少斌，我甲少斌，阮细汉的时阵，阮伫教会青少年啊，定定做晚较转去，拢拜六透早就去教会，啊拜六半暝较转去，啊礼拜天搁透早去教会，啊搁半暝转去安尼。啊若转去，毋是每一个家长拢徛起来赢钱呢，有真侪家长是安尼啊。
昨昏要转来吼，照几点咧甲你讲啊？吼，搁认得我即个厝啊？我甲你讲啊，你吼包花款款的去住教会好啦。啊尾啊，我着包花款款去住教会做牧师啊。上帝毋是安尼，对毋对？即个经文讲，上帝看到咱转来伊的徛起来影子，亲像上好的招待人员。今日咱的招待嘛是徛伫影子咱，我感觉足受欢迎的。天父嘛是安尼来欢迎咱。即个经文有一个无容易理解的所在是第二项，上主是公义的上帝。即个公义原文是公平。敢有公平？别人是含金汤匙出生，啊，我的囡仔是含呼吸器，敢有公平？人遐好囝，人住的厝遐好，人学历遐悬，人遐健康，啊，咱嘞？当我咧想讲，上主是公平的上帝，倒位公平？总是读着雅各书，我发现讲公平。毋是咱每一个人条件共款，公平的意思是讲，若是你好囝，上帝会听你，100%听你；若是你善车，上帝100%听你；若是你健康，上帝100%听你；若是你破病，上帝嘛100%听你；若是你考条呆呆，上帝100%听你；若是你落地，上帝有缘100%听你。当我想到安尼是雅各书安尼教导，无互我得到安慰，是因为若安尼我嘛较爱读呆呆啊，我嘛较爱健康，我嘛较爱有钱，你100%听我啊。总是我有3个囝以后，我发现我了解什物是公平。因为若有一日魔鬼问我讲，这有3下，我要带走一个，你拣？若安尼？你想我敢拣会出来？我拣袂出来。咱的天父嘛共款，伊无法度拣倒一个人，互魔鬼掠去，无法度拣。这就是公平，非常公平。上帝听咱共款听，100%听。我细汉差不多6岁的时阵，阮规家伙仔去中正纪念堂去遐佚佗，迄阵是足热门的景点，即阵较无人爱去啊。即阵阁有即个真好的所在。我去中正纪念堂迄阵，我足细汉的啊，所以中正纪念堂有够大的啊，建筑有够大，广场嘛有够大的。因为足热门的景点，所以读到有位的时阵，当然落车以后，大家就讲我要放照。我的老爸就讲好，即马伫咧遮。便所伫遐，查某伫遐，查甫伫遐，咱放照以后来遮集合，来遮集合知无？大家都四散，紧去放照。等我完成以后，中正纪念堂好大啊！到底要去哪里集合？每一个所在拢甲阮老爸讲的集合的地点同款啊！我伫遐一直做，我就开始哭。当我开始考以后，台湾上好的风景是上水的风景，人。小朋友不用担心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叫做服务台，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的爸爸妈妈。我就去服务台。叶元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，叶元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。请到服务台来，你的孩子在这边等你。我一直考，我爸爸无去啊，我不知要去佗集合。雄看到我的老爸对足远的所在，安尼一直追，伊嘛一直看到我，对我撞过来，然后圣洁脆皮，根本袂走哦，伫倒位集合啊？我细汉的时阵，亲像我甲少斌迄阵青少年，伫
伫个三公教会有华语礼拜，我的老爸做长老，有一摆伊讲到讲即个故事。伊讲到讲即个故事的时阵，我有真意外的感觉，因为我认为即件代志敢若我会记哩尔，结果无想到我的老爸嘛会记哩，我真意外。另外一个我真深的感受是，我的老爸真着急，因为伊的囝无去，伊非常的着急，非常着急要找着伊的囝。总是迄天伊的讲道，伊嘛有分享，伊讲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甲伊撞过去，然后甲伊抱甲真悬，甲伊揽咧。总是毋知影为什物，我就甲伊。伊讲我是无完全的老爸，总是咱的天父，伊是完全的，伊是完全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的老爸甲我教讲，咱的天父若看到咱有需要，伊会咱撞过来，然后伊会安尼屈家，然后伊会甲咱抱悬悬，然后伊会甲咱揽条条。有个人讲，阿杰，你毋知啦。你毋知影我的处境是怎样，你嘛毋知影我伫什物情形内面。上帝敢真正会来找我？上帝已经来找，是吗？因为伊用耶稣基督来挽回咱的性命，伊来甲咱赎回。因为耶稣来赎回咱的命，所以用耶稣来代替你的意思，就表示讲，伫伊的心目中，你甲耶稣同款的地位，你甲耶稣同款的珍贵，同款有价值，因为是用耶稣来换回来的嘛。有个人讲，我感受袂到啊，因为我伫个真落高啊满的所在，我伫个真低、真卑贱的地位。总是即个经文讲，失落的我要去找，失败的我要甲因带倒来，受伤的我要甲因包扎，破病的我要甲因医治。上帝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我要甲你找倒来，我要甲你带倒来，我要甲你包扎，我要甲你医治。总是即个经文，伊反转的意思嘛是咧讲，若是咱有承认咱失落。若是咱有承认咱失败，若是咱有承认咱受伤，若是咱有承认咱破病，那安尼上帝伊会做代志。他对我讲，有个人会讲，上帝无法度甲我救，因为我伫真卑贱的所在。总是若是你有即个感觉，你有感觉你卑贱，你有感觉你软弱，你有感觉你需要，那安尼，你有真好的机会来得到上帝甲你带倒来，以及医治。咱来看即个经文。今仔日咱师会的技术甲咱读的，咱嘛做伙来读一遍好无？这嘛无好读，咱做伙来读。预备来，看咧，我亲爱的来啦！伊搬山过岭，迢迢迢迢得来。我亲爱的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。你看，伊徛伫窗仔外，对窗仔在看。对窗仔纸咧读，即个经文讲啥物？伊讲，若是主耶稣是咱的敢若爱人，那安尼伊会安怎？伊会搬山过岭，迢迢迢迢来，结果安尼，伫外口安尼偷看，毋是因为伊是痴汉呢，是因为伊是心思，伊毋是安尼，伊毋是安尼弄过来，伊要踹门跑进来，不是这样，是。他非常的焦急，非常的着急来找我们，然后他要偷看，因为伊爱你做一个决定，除非你有拍开你的门，无伊无法度入来；除非咱有拍开迄个门，无伊无法度入来，伊袂入来。要安怎拍开这个门？亲像头拄迄个经文讲的，主，我就是失落的；主，我就是失败的。主，我就是受伤的；主，我就是破病的。我非常需要你，我邀请你入来，邀请你入来。今仔日最后一个经文啊，我来读，大家来听。
啥人会当甲上主，咱的上帝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，落来看天甲地。伊对真爱高声善请人，对本色对来提拔欠亏的人，伊互因背叛贵族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。头拄我讲话，人讲我伫真卑贱的所在，总是即个经文讲，无论你伫偌低的所在，天父拢有法度来。就算讲迄是本色对也好，就算讲迄是真爱落高啊满的嘛好，天父伊会来。伊来以后，伊真着急来，总是伊袂强迫咱。亲像头拄经文讲，伊袂强迫咱，伊可能伊会安尼。当伊安尼的时阵，我的问题是，咱敢愿意天父的听撞过去？天父的听撞过去。若是你天父的听撞过去，那安尼我的老爸有甲我讲，天父伊会甲你抱甲真悬，伊嘛会甲你揽调调。即个经文最后一句讲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。原文是讲，甲本国的王子做伙坐。若是咱天父是属于天国的统治者，那安尼天国的王子是啥物人？主耶稣啊！意思是讲，当天父安尼的时，你伊的疼撞过去，伊会甲你抱甲真悬，揽调调，然后甲主耶稣做伙坐。这也是主耶稣互咱的应允。伊讲，我伫门外拍门，若是恁听见，你开门。那安尼，你甲我，我甲你，三角坐倒，阿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有真侪人找无气力倒转来，阮有真侪人捌甲你有真亲密的关系，总是。即阵，阮伫个甲家己拍无去的情况内面，阮找袂着你，阮认为家己嘛找袂着家己，总是就伫即个时阵，你有应允，无论阮伫倒位，你拢有法度找着阮。主啊，当你找着阮，你屈落来，你邀请阮，那安尼？我要你的疼撞过去，然后我要接受你的歌声，我也要甲主耶稣三坐倒。主啊，若是你拢问，求你互阮气力甲机会，会记你即时来开门。这是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连开圣诗149首，发出罪恶黑暗的交界，请您专守，请起。我求你。
济，再来奉献，请思源的同工。咱献开手中的酒杯，金句，咱来念金句。以西结书34章12节，来。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日，怎样找伊的羊？我也要亲像安尼找我的羊。这个羊伫黑云黑暗的日四散到达所在。我要对遐叫伊，搁读一遍哦。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日，怎样找伊的羊？我也要亲像安尼找我的羊。这个羊伫云黑暗的日四散到达所在，我要对遐叫因倒来。以上，以西结34章12节，咱来先介绍新的朋友吼，毕淑珍啊，有哦，要伫个无？好，来，咱欢迎。来，拍拍。咱掀开手中的酒杯吼，咱首先来欢迎叶节牧师吼，你要先介绍无师母无？先介绍一下。兄弟平安。头拄仔甲我有讲到，甲我做伙服侍的牧师娘，对我有真大的帮衬甲体贴。伊坐伫遮，咱做伙来欢迎伊。我的爸爸妈妈甲我的丈母，因嘛是对我有真大的帮衬，我嘛做伙甲因欢迎。我的阿伯阿姆甲我真侪，自细汉看我大汉的长辈拢伫遮，感谢恁对因的照顾。也我知影恁已经拢真熟，伫个主的厅内面，咱三甲来交陪。阿免。
咱消息报告，本会消息报告，本会信得奖学金申请学生自费出席的要2/3以上，自到2月23今仔日截止。啊，来有2项的喜事吼，有2项喜事。第一个是何新伟姐妹儿子媳妇，彭燕什么？吴婷杰夫妇2月15，得到查某婴母囝平安，原住宿吼。啊，第二个蔡文珍、李玉金夫妇的儿子媳妇，蔡恩玲甲林婉玲夫妇，3月11得到查某婴母囝平安，原住宿吼。第四，健康咨询血糖、胆固醇检测，3月27，即礼拜拜410点到11点半，针对65岁以上，甲做整合式评估，欢迎参加。前一摆有异常的优先报名，若无参加的就有这个名额啊，互后补的报名，欢迎敬请邀请亲戚朋友参加，请带健保卡，检测要检查进前2点钟请毋通食物件。马街病院的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泸州9月合办。第2句的4月甲6月服驶表轮值表应公布，各位同工请注意，个人的服驶项目甲日期、时间上若无方便，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交换，并请通知办公室。啊，佫一个5月11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，礼拜后举行牵手30年母亲节庆祝特会，邀请结婚30年以上的夫妻行访谈，欢迎兄弟姊妹邀请家厝内的人做伙参加这个温馨的节庆。若要报名的，请找迄个芳龄姐妹，4月20报名为止。夫妻若有一个人生日，就有资格通参加。搁来每礼拜3暗时8点，读经祈祷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陪读圣经，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，得力蒙福。搁团契消息，圣乐队甲敬拜团第一站10点到5点半，甲下晡2点到5点举办为原味觉醒、原味叫醒啦原味叫醒啦沈吟新听特会啦，邀请叶元杰牧师专讲音乐、厨房相关的装备课程，欢迎兄弟做伙参加。第二就是双联团契，今仔日台语礼拜下晡等下伫教会1楼举行夜例会，集体相当，请大家为着这做身体欠安的来代祷。以上，咱来唱八面诗第399首，请起立，金泉首，愿上帝大人来，愿上帝大人来，定定你心内。来。
主来的祝福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今仔日恁既然听到恩典的邀请，就安尼，愿你靠上帝的话语得到气力，来天父听撞过来，伊会甲你抱悬悬，伊会甲你揽条条，伊会将你甲耶稣基督做伙坐。你会讲，我的心门要拍开，我要甲我所亲爱的主，我甲你，你甲我，三甲坐倒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